来看这条是台北的特殊现象，而且引起网友的讨论。台北坐捷运的民众呢，伫咧捷运站内面的电扶梯，拢会正惯死徛伫咧正边。事实上，徛正边的规定早就取消啊。最近台北捷运公司就表示，会讨论讲，伫咧人较济时段，伫较大的车站先来试办加强宣导，这两边拢会当徛，也因为安尼生较袂塌掉的。只手保好势，脚徛好在。台北的民众行上电扶梯，一开始徛伫倒边，发现后壁有人，才搁徛转去正边。大家坐捷运的时，拢已经惯死徛伫正边。台北捷运公司也表示讲，今晚已经报上提醒，早着改做手画好好，脚徛好在。未来会讨论加强提醒大家倒边也是会使徛人的。我感觉会影响动线，还是会诶。因为已经大家拢已经有这个概念啦吼，有这个概念拢是靠右边行嘛，徛咧正边嘛。啊，即马倒边要开放，变塌掉，我感觉这动线都无讲就好诶。就借过一下而已啊。其实对两边站对设备是比较好的啦，否则你重量都在同一边是容易坏啊。部分民众表示，若是双边拢徛人，对赶时间的民众来讲无介方便。也有人认为，若是动着，讲一下照过就会使。目前已经在人潮众多的大巨蛋球赛、跨年活动散场等大型活动疏运，我们指派专人举牌，加强提醒旅客，电扶梯两侧都可站立。台北捷运公司是表示讲，最近的讨论伫人流较大的时段，伫较大的车站先试办加强宣导双边徛。其实徛正边这项规定早就已经取消啊。针对捷运电扶梯双边徛的观念，民众有无同的看法？未来打公告用报送的方式来提醒民众，希望建立一个好的坐车习惯，减少人潮塌的情形发生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